咩係投資？簡單講，投資就係用你嘅錢去賺更多錢。同儲蓄唔同，投資有風險，但長遠回報更高。咩係投資？簡單講，投資就係用你嘅錢去賺更多錢。同儲蓄唔同，投資有風險，但長遠回報更高。投資 vs 儲蓄，儲蓄放喺銀行，安全但利息得0.5%，投資買股票、基金，長遠回報8%至12%。30年後，投資嘅錢可以多儲蓄成倍。風險與回報，高回報等於高風險。股票、債券、存款，最重要了解自己承受風險嘅能力。複息效應，每月投資5000元，假設年回報8%， 10年後約914000元，20年後約296萬元，30年後約740萬元。點樣開始？1. 開一個證券戶口。2. 每月定額投資。3. 長線持有。4. 不斷學習，最緊要由細開始，越早越好。點樣開始？1. 開一個證券戶口。2. 每月定額投資。3. 長線持有。4. 不斷學習，最緊要由細開始，越早越好。